廟會在現場熊熊發生意外，現場一名男子頭殼出火，邊仔民眾提出衛生紙協助止火。這場意外發生在18號暗時7點46分左右，新寮定安宮正舉行祈安繞境，高空煙火一直放，炮聲隆隆。根據了解，受傷民眾是59歲周姓男子，看到一個物件對天頂落下來，撼到頭殼。警消得到通報了後，趕到現場，送到安南病院救治。民眾遭煙火碎片波及受傷，經縫合2針後，傷勢無大礙，已返家休息。也毋過，這段影片在網絡頂引發討論，好奇到底是啥物物件？對此，廟方回應有關心傷者，也會持續追蹤協助處理相關的醫療費用。強調不是煙火，是炮灰。炮灰嘛，砸下來大概1公分，那個是患者本人自己講的，上去的那個可能是那個重力加速度可能就是把患者的那個皮膚這個地方給他擦挫傷。在此之前，市府就已經提出愛配合宗教遊執法政策，也毋過活動當天線拖到管制時間以後，環保局當場開出一張6000塊罰單。我覺得都是常態，因為一定是有就是廟會嘛，我們申請路權一定是會。那廟前面放這些燃放煙火，你也知道大家傳統。也毋過，閣有人佇網絡分享講，煙火結束的時陣，邊仔草堆着火，更可怕的是規排煙火往塗骹彈。畫面一出，就有人講欠着圍路，主辦單位的管制嘛有問題。消防局嘛接到通報，將主動向廟方查證，確認煙火施放敢有違規，加強宣導加檢查。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